今日係我同阿太太阿欣結婚嘅日子啦，咁好多謝佢呢幾年一路都冇嫌棄我個人咁木獨，又冇嫌棄我家庭背景比較一般。咁嚟緊嘅日子，我會以我最大嘅努力，令你幸福快樂嘅。大家咧都準備咗今日會見證住 Sunny 同阿欣一個重要人生時刻㗎啦。咁喺儀式開始之前啦，我再自我介紹一下啦，我係何律師。今日咧就好開心啦，可以都為一對新人咧就主持呢一個咁。阿欣由佢嘅爸爸拖住進場，同大家見面。好啦，我哋嘅掌聲唔好停啊！咁啊，一對新人都感受得到嘅。好啦 ，Sunny 準備好啦，行前幾步啦，因為咧阿欣嘅爸爸咧準備將佢心愛嘅寶貝女咧就而家交喺你手上啦。交個兩花俾你啊！好，放心，放心，一定會呢個。希望你兩個生活美滿。幸福快樂，白頭到老，欣欣愛愛。我請在場個人見證，我黃志傑願意以你梁嘉欣為我合法妻子、終身伴侶，無論貧窮富有、健康疾病，都願意照顧你一生一世，直到終老。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梁嘉欣願以你黃志傑為我合法丈夫、終身伴侶，無論貧窮富有、健康疾病，都願意照顧你一生一世，直到終老。咁啊，剛才啦就許下咗呢個婚姻一生一世嘅承諾㗎啦。咁我都期盼兩位咧都要持守啦，因為呢個承諾頭先我都講啦，係一生一世，就好靠你哋二人咧同心去經營去維繫嘅。最重要就係有你哋對對方嘅愛嘅基礎之下咧去滋潤呢段婚姻㗎。咁所以都希望你哋咧繼續每日喺愛入邊去成長啦，咁啊去互相陪伴對方啦，支持對方，包容對方，因為一個婚姻嘅結合唔係單純就咁結合咗嘅，係你哋本身有自己嘅原生家庭嘅，你哋嘅原生家庭嘅元素都會帶落去你哋自己呢段結合嘅婚姻入邊，你哋嘅家庭入邊嘅。所以點解有時候我哋都會話啊，要包容，包容其實唔係淨係要包容配偶，其實都要包容晒配偶嘅家人啦、朋友，一個婚姻嘅結合，一個融合嘅大家庭。都衷心祝福兩位啦，婚姻生活就甜蜜、幸福、美滿啦！出咗嚟啦！